呢架車咧就係我今日要踩噶啦，周圍去噶啦。睇下咩？一個字爽啊！不過踩斜路幾得攰。幾好嘢，佢有波架喎，呢個單車。後面咧仲有得 lock 嘅，如果泊車。呢啲似櫻花樹啊，咁快啊冇鬼晒。今日最後嘅目的地，其實喺屋企附近。好，泊架車喺度，然後食嘢。